在文化部社区营造甲村落文化补助计划下，台南市政府水利局甲地方文书协会共同推动地方文书的保存，由埔仔镇文书协会提供3种的地方特色，运用伫个道路林空挂的设计。26号上午正式伫个埔仔镇的庙前广场来展示。为了把这些在地的一些特色哈，是不是可以融入到我们的一些污水的一些孔盖里面哈？那把这些的一些特色放进来。那经过我们多方的一些讨论及设计哈，感谢那个我们的执行长哈。那这边把这些的一些收集好这个在地的特色之后，把它放进来。那我们今天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哈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想很多人都会问说，那我们这三个特色孔盖的一些意义啊，哈，刚才我想我们的那个执行长代表也跟大家说明了哈，那确实是把我们古时候在地的一些地理的一些特色的文化啊，把它在这边做一些融入。今年普济灯会已经第9年了嘛，那其实我们一直在有做一些历史的爬书，还有一些记载。然后因为我们这个以前七角头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旧地名，然后因为很多新的居民啊，还有在地的人，慢慢都把它都不知道那个意义。我们先做了3个图案，然后就是在灯区下面，就会明眼灯区，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是灯，下面就是孔盖，然后让来这边参观的居民了解说，这个地方为什么以前的旧地名为什么叫四根口，为什么叫草根家，然后让他们透过图案就可以了解这个地方的一些历史故事跟背景。3种的林空挂特色主题分别是本庙边角、四根口甲下草根家，讲到在地四人景甲七角头的地名由来，相当有特色。发表会当天，包括立委陈廷辉、议员沈振东、中西区长萧泰华甲5条港里长沈连泽拢同齐到场。水利局表示，伫个今年底办理电视甲安装，预计每年1月配合埔仔镇的灯会，会伫个周边6条港的巷弄来亮相，欢迎民众做伙来埔仔镇周边林荫步道来走水探访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